大家好，我係小智。點解我會喺呢個地方呢？因為其實我依家身處緊日本啦。咁點解突然會拍呢條片呢？就係因為阿 Yan 琴日出咗條片，就令到好多人留言，就不停咁攻擊佢。因為我把聲有少唔舒服啊，已經有少唔舒服。但係都仲要點解要拍呢條片？就係想澄清或者係公開講一啲嘢嘅。大家識我嘅，一向都好少會回應一啲流言蜚語啊，又或者係唔同嘅攻擊嘅。今次係作出咗一啲人身嘅攻擊，咁所以我就決定喺日本都要拍呢條片。有幾個 point，火刀嚟嘅 channel 呢，其實係我啦、阿 Yan 啦、Jeff 啦同埋 Timmy 四個共同擁有嘅，都係可以 upload 片上網嘅。呢個係我哋一早有共識。咁第二個 point 呢，就係我同阿 Yan 呢，其實唔係情侶關係，由以前至到依家都唔係。我哋四個都係 Ivy 嘅同學，我哋畢咗業一齊拍片咯。中間其實我係冇同阿 Yan 反過面，冇飛過我，佢冇俾摸我，但係甚至乎我哋係冇拍過拖嘅。OK， 觀眾大家唔好誤會。咁另外其實呢，我覺得觀眾呢，係需要更加多嘅欣賞嘅。對於拍片或者創作者嚟講，係需要更加多嘅欣賞。即係我冇拍片好耐咧，但係我一直都有留意 YouTube。即係觀眾你哋係會成長，而我哋亦都係一個人，我都會成長。我今年26歲，我22、23歲嘅時候拍 YouTube。呢3、4年其實已經係唔同咗好多，即係我個人本身已經成長咗好多啦。你可能見到我嘅言行舉止、外表，點解要針着人哋話哦？你哋變咗啦，小智你變咗啦，Yan 你變咗啦。咁人根本係會成長，係會變噶嘛，係咪？呢個係要接受啊！你唔能夠好不負責任咁講，你自己唔成長就要人哋唔成長噶嘛。咁我再想講啦，其實拍拖每個人必經階段，呢啲廢話嚟。咁但係總有好多原因呢，係會令一段關係去分開嘅。OK， 即係好無奈之下呢，即係種種原因啦，甚至乎要維持呢，其實係都係要好難，都係需要好多唔同嘅方式配合到先得㗎。有邊個係會想拍一場會散嘅拖先？咁所以阿 Yan 只係將自己嘅生活放上火刀嚟，想大家都對佢嘅男朋友得到認同，所以先至會咁公開地或者係咁勇敢地放自己男朋友上去。我覺得係冇問題，或者係個 channel 本身就係咁樣係一個平台嚟嘅。咁我亦都係會祝福阿 Yan 嘅。阿 Yan 係冇俾摸我，但我同阿 Yan 係非常之咁好拍檔嘅。即係所以我就係想大家 focus 翻喺我哋嘅創作或者我哋嚟緊嘅生活啦，或者創作上面，而唔係我哋私生活。不論阿 Yan 嘅男朋友、我嘅女朋友也好，點都好，呢啲並不是大家睇片裡面嘅重點嚟㗎嘛。大家係想睇我哋嘅創意或者點樣無聊點樣搞笑啊嘛，係咪？好啦，至於創作上面咧，喺3年前咧產量低嘅原因咧，就因為阿 Yan 去咗澳洲啦。另外其實我自己都想有啲新嘅發展，咁啊想將拍片變成專業啦，越拍越好。咁就做咗好多唔同創作嘅工作。你出面睇緊嘅好多片咧，其實我都可能係有份做嘅。譬如幫過明仔手啦，幫過 WeMonkey 啦，即係五公子啊、領樂啊。Emilio 佢間公司啦，甚至乎好多林種網上廣告，甚至乎電視廣告我都係或者有參與。3年前咁啊，想做更加多高質嘅片俾大家睇啦。想淨係充斥住名氣嘅一個識打嘴炮嘅人，我覺得咁樣嘅人好廢，即係好冇將來。即係俾你拍多2年 YouTube， 俾你3年 YouTube， 你紅盡咁又點樣啫？其實如果大家知道 YouTube 其實係萎縮嘅，即係你喺 YouTube 嘅平台度威咁又點啫？帶唔帶得到你10年之後、20年之後，你嘅職業或者你嘅技能提升啊？唔能夠啊嘛。咁同時間咧，依家觀眾咧其實中意睇數量而唔係質素。咁追求嘅質素咧，觀眾唔識欣賞，咁我自然就唔會想拍㗎啦。咁但係我依家咧腦開有啲新嘅諗法，咁啊想試下拍翻 YouTube。咁方向或者係題材都未定嘅，但係我想試下水溫先。即係2年前我曾經俾嗰陣時嘅女朋友就建議話，不如轉下拍片方向啦。但係嗰陣時自己心態其實未 ready 嘅，咁但係又有太多工作喺身啦，我又想做好多嘢。咁拍 YouTube 反而係令到我覺得好有負擔啊！因為翻工做嘢工作已經不停拍片剪片，不停拍片剪片，不停拍片剪片。我唔明白部機點解都要玩咯，拍到一半先冇電。今日心情好差，唔好意思啊。我喺呢3年喺工作上面睇得到嘅嘢、學得到嘅嘢，想喺 YouTube 上面玩翻出嚟，即係用好多唔同嘅剪接技術啊，或者係新啲嘅拍攝方法啊，令到個 YouTube 冇咁死啊！我想嘗試去
玩下咯，叫做玩，因為冇壓力嘅其實。甚至乎我會諗翻自己初中拍 YouTube，其實我係想同人接觸，想同人傾偈。我諗我同其他拍 YouTube 嘅人唔同嘅地方，我真係想帶一啲信息，或者係叫佢哋追尋自己嘅夢想。我諗翻自己初衷咯，我想再嘗試鼓勵翻起大家，即係用我自己例子，我自己或者係。大家都唔應該忘記初衷，要堅持自己，即係千祈唔好忘記初衷。你行到呢一步，學業也好啦，你嘅拍拖也好啦，即係我都覺得唔好咁容易放棄。即係你要諗下你嘅初衷係為咗啲乜嘢。所以嘅話呢，大家有啲咩煩惱或者有啲咩問題，都可以 inbox 或者喺下面留言都得嘅。我都已經係慢慢開始拍緊一啲片，準備放上去 YouTube 㗎啦。即係譬如今次日本之旅啦，今次嘅日本中伏之旅啦，帶屋企人嚟，係真係極度中伏，或者係 idea 已經充斥緊喺腦海裡面。我喺公餘時間就即刻會拍出嚟俾大家睇。同埋啊，其實我覺得阿 Yan 個紋身一開頭睇好似好怪好一嚿，但係原來睇真啲其實係幾靚，所以幾型嘅。信服我自己都係想紋身嘅。咁啊，紋身又唔一定係壞人嘅，可以好藝術。OK， 再講一次啊，我同阿 Yan 係冇關係，所以大家唔好亂講嘢，唔好亂猜測我哋嘅關係。OK， 係一個拍檔嘅關係，甚至乎希望大家唔好聚焦落我哋嘅私生活上面，專注睇我哋嘅創作。好啦，下次再講過啦，拜拜。